水晶干嘛呀？一个6角我泡完吗？我记下去。哇，我脚上比哎，公益的儿童，我肯定要7.3开，我也知道。对，因为方言。谢谢，还有宾客啦。今天来，那些哦，了解。来给大家会知讲咱只要尽快。哎，我尽快。是台湾人，也是台湾人。有关于印尼国，就是他们在国了，很晚。我那样个拍摄个，也。NHK。他看了多久了？美国。
先不要，跟等下爱问关者，我这个先。手加一个火字头。各位兄姐，高早平安，这是咱来同心来祈祷。我的天父，我的上帝，祝我的天顶的父母亲节快乐！我也少年阮地上的老爸，随望一人的老爸，虽然无得咧，伫上帝甲你同齐宴食，但是伊的疼，甲你共款，拢袂过断阮的身上。阮伫遮也要祝福天下所有的老爸，甲要成做老爸，亲节快乐！请咱备办心来准备礼拜，这是走甲。
就是咱同心压头来做。我的信心啊，伊就有落也有我。咱袂记得一直，阮伫这个 COVID-19 的时阵，有济人拢着病，真艰苦，是吧？阮伫这求你赦免因拢以后因拢总，就因脱因的性命脱离死，求你用忍耐甲慈悲。做因的免疫，用好命做因的生活，我因倒转到亲像少年，亲像鹰鸟一张。主啊，你的听，亲像天离开下遐尔。伊的主爱，因为建立伊的人，赞，阮伫遮恳求主你，搁一届赐智慧，互全世界政领导者，甲伊下家，求主你引带伊发明你所属人类的疼的药啊。来拯救正人类，阮伫遮感恩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传调了我，求你暗耳光听我，因为我是困苦丧强的，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为我是虔诚的人，我的上帝啊，你的奴仆我靠你，求你拯救伊。这时，咱来吟诗学乐，圣诗276首，圣诗276首，请吟全首。诗第276首，诗曲我欠明主。我将眼走。
用新的概念来信用告别，你就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是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面亲像家。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分。我用新的概念，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前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咱要来用交托的方式来互相契甲应。今日所要契应的是契应文第十。契应文第十也是诗篇40篇。我捌顿顿听候耶和华，伊对通行的寒天，对土地中牵我起来。用我的嘴唱新的歌。侪侪人要看见来敬畏。独独我靠耶和华，以及偏向自家的人。耶和华我的上帝啊，你所行的奇事。我会对你排列。这事甲礼物，你无欢喜。于是我讲，你看，我来了。我的上帝啊，你的旨意我欢喜读。就是咱要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罗马书第6章第1节到18节，11节。罗马书第6章第1节到11节。安尼，咱要怎样讲？总无长长点伫罪恶，互稳定加添做嘛。断力唔通，咱罪迄边已经死了，兼要犹原伫罪中来活，也唔知咱既然是捌受洗礼来入伫基督耶稣的，是受洗礼来入伊的死，所以咱既然对洗礼来入伫死，甲伊同埋葬，是亲像基督对白阳光对世人忠告。也要互咱安尼行伫活命的生活，因为咱联合伫伊死的关系，也要联合国外的关系。实在咱有的人甲伊同定，互做一体的火气，以后咱无过做罪恶的奴才，因为已经死的事。得到称罪义来脱离罪咱是甲基督同死，就要甲伊同活。知基督已经对世人中过活，无过死，是无过管辖伊，因为伊的死是用罪做一摆死，伊的活是用上帝来活。安尼。恁踮伫基督耶稣，就看家己的罪，罪是死，上帝是活。国语的版本。那么我们该怎么说呢？我们该继续生活在罪里，好让上帝的恩典显得更丰富。
当然不，从罪这一方面来说，我们已经是死了。我们怎么能继续生活在罪里呢？你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受洗跟基督耶稣合而为一，就是受洗跟他同死。借着洗礼，我们已经跟他同归于死，一起埋葬。正如天父以他荣耀的大能使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同样也要过着新的生活。如果我们跟基督合而为一，经历了他的死，我们同样也要经历他的复活。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我们已经跟基督同定十字架，为的是要摧毁罪性的自我，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因为人死就脱离罪的权势。如果我们跟基督耶稣同死，我们信，我们也要跟基督同活，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不再死，死也不再能控制他。他的死是跟罪决一举尽全功。他现在活着是为上帝。同样，从罪这方面来说，你们要把自己当作死人，但是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面是为上帝。愿上帝祝咱所读以所介绍的，就是咱们请咱的牧师李牧师为咱祈祷甲正道以外来信息之新生活。咱做来祈祷，主要咱阮天父，阮伫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摆列阮的祈祷，甲感谢。感谢你伫过去的时间，你的保守，阮也感谢你伫阮面对这苦难的中间，你甲阮三甲伫地，继续来带领阮头前的路来行。主，阮为着这个全世界咧面对这个中共的武汉的肺炎，第二波对中国的北京又搁兴起，伊逐个所在也有看见新的病例会出来，求主你来帮咱，互阮会当借着你，互阮的知识、医学的财物，遮的医生、科学家的帮助，互阮来度过这段阮所面对的苦难。主，阮也要对你来献上感谢。借着阮的政府宣布，互阮会通陆陆续续倒转来伫阮的礼拜堂，伫遮来敬拜你。像是阮游园以前网络的敬拜，互无法度来到伫阮中间的，就是讲离阮真远的这亲人朋友，当透过这个 internet 的科技来做伙敬拜，也受你的喜。主，阮伫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来献上祈祷。当阮自己伫遮的时阵，阮要定心，借着保罗和罗马教会的培训来思考，什么是新的生活？阮现代基督徒要安怎来面对？要安怎来思考？阮所面对遮的境况的内面，阮来过一个有见证受祝福新的生活。求主你的圣神甲阮三甲伫地，互阮会晓得。明白你的教示，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有一句话，不你值得咱来思考的，就是我倒转来头前伫遮有一句话讲，第一节啦我们该继续生活在罪里，好让上帝的恩典显得更丰富。我感觉这句话保罗的提醒非常的好啦我会记得我伫咧讲到路加福音10章
这个龙主回头的故事的时阵，我捌听过教会的兄弟姊妹安尼讲，安尼我着爱来学迄个龙主共款啊，哦，来迄个车花宴乐啦吼，啊开会了吼，啊上老尾一刻吼，才来反悔认罪啦。啊，这个就是保罗今日第一节咧讲的。你已经捌到你的人，你已经知影真理的人，你敢通搁活伫迄个罪内？伫保罗的心学内底，罪其实是一个旧的生活模式。伊伫遮咧强调，保罗真强调耶稣基督的活活，啊咧强调基督徒的新的活命。其实，咱的新的生活是建立伫迄个活活的信仰顶悬。所以，咱要安怎来领受，也是讲实践这个新的生命？其实对咱的信仰来讲，就像甲国师第2章所咧讲的，信仰你若无行为，就是安那死的。保罗今日直接咧讲伫罪内底是死的吼。今仔这图片吼，是伫旧年澳洲的树林大火的迄个中间，吼啊，规片烧了了啊，咱知影，咱若看新闻，知影讲，足侪有诶乡捡小死，足侪迄个袋鼠捡小死啊，规树林拢乌，吼，咱感觉讲啊，一片安尼足无活命诶迄个吼，但是有迄个啊，一寡环境学家是迄个摄影学家，因伫迄个所在发现讲，伫迄个烧甲乌诶这大树诶这个中间，因为落雨诶关系，布一个新诶印出来，布一个新诶印出来。这是地方路了落来诶图片。咱看你讲伫乌诶迄个背景，迄乌炭代表是一个死，但是伫迄个内面有一个新诶生命生出来。伫圣神降临在了后，咱要爱思考的是一个基督徒领受圣神的生命，要安怎来过一个有见证？特别是咱知影伫初代教会使徒因领受圣神的充满了后，因有足大的无共款的表现。老师已经甲咱讲几啊摆，甲咱做伙分享，因对古早会惊，一直到圣神充满了后，开始勇敢出来做见证，而遐来传迄个国外的福音，因有足大的转变吼。咱会当看见吼，亲像哥林多后书吼5章保罗互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回信讲，咱若有人伫基督内面吼，就无搁再是一个有的人，是一个新创造的人。要讲一个新的生命啦吼，所以一切拢变成做新的，咱来过一个新的生活。保罗嘛捌讲过，讲当我哋无搁来是我，是基督，我的内面的我。咱伫拜五的查经内底，咱有咧思考着讲，阿尼西姆是安怎改变的？咱嘛去思考着保罗安怎改变的。你若要看保罗的改变，敢若看电影共款吼，讲一招咧，伊青面，了后就改变。变一个对于压迫者变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吼。咱知迄个改变真大，可能毋是1秒钟、2秒钟发生的代志，但是咱知影迄个上帝圣神的quỹ咱是遮尔啊大，会当改变一个生命的品质。所以咱拢知影即种的概念，要安怎活出一个有圣神的新生命，确实无遐尔啊简单的一项事。咱定咧甲一寡基督徒咧提醒讲吼，你若要决志读圣经吼，着爱真正认真读啦吼，毋通读的拢选迄个上好读的吼，福音书啦吼，还是故事性的，读到里面去就拄唔去，读到交破就读袂落去。咱爱有决志吼，但是决志要甲行出来，其实有一寡咱讲。上远的距离，就是头壳到安那心啦吼。是讲你有咧想，但是你做袂出来啦吼。咱着爱去实践。当咱面对现代真严，上帝要透过安尼，互咱重新来思考，咱的新生命意义是啥物？如果咱有咧注意到，大概5月迄阵啊。
咱台湾的这个中央的防疫小组咧举行记者会的时阵，记者常常爱问讲，当时要开放，迄个陈部长就讲吼，6月初7了吼，就要开放，但是咱爱有一个防疫新什么生活概念哦。咱开始爱有一个新的想法，要安怎去过？无法度甲过去共款的，无法度甲过去共款。咱爱知影讲，这个疫情对咱来讲有真大的影响，甚至足深的影响。有的人伫这个疫情伫中间染病了，伊规个性命拢改变，拢改变，拢受到足大影响。咱对圣经的角度来去思考啦，对死搁活，这是罗马书第6章第1节到第10节，一直咧讲的一个概念。保罗伫遮咧讲罪等于是死啦，属灵的活命是一个搁活。对现今咱的生活来讲，咱即摆毋是咧讲，干那咧讲个人的罪，咱要去面对上帝，咱对咱家己的罪，咱要面对的是一种歹的环境的下面，即个有可能做到咱人的性命来去丧失，甚至因为会着病，有足大的影响。圣神所带来的，毋是一个开始，就是一个新的生命。拄则牧师开始用的迄张图，就是像即摆咧看这个，这是澳洲的迄个大树林大火的时阵，规片山岭拢已经烧甲安尼吼，拢无生命的即个重点伫迄个内底时阵。咱倒转来想《使徒行传》的记载。圣神亲像火的子，来烧伫迄当阵的温度，甲迄个时阵的在场所有的人，特别是温度迄个使徒，因有即个火烧过了后，因因的性命受改变，因的旧的性命受烧毁坏、烧掉去啊。这是保罗在讲迄种的概念，伫迄个过去的生命中间有属于无好的、无够勇壮的、无够有信心的，遮个拢要烧死。然后所得到的新的活命是啥？拄则咱所看到，然后咱有看到足侪迄个新的活命，对即个规片烧了，看开是安尼足凄惨、无生命的即个情形，开始。付出迄个生命的火，生命的火慢慢冒出来。其实对信仰的角度来看，火嘛是咧甲咱启示一种的概念，就是讲咱过去的生活要借着圣神的气力，互咱来甲伊埋葬，然后甲主迄个新的活命来重新甲伊做伙搁活。开始过一个新的生命、新的活命，伫咱的现代生活，伫咱个人的家庭内底，伫咱咧传的福音内底。每一工其实有足侪代志是需要放弃的，每一工拢有足侪代志需要放弃。咱也来讲，这拄则牧师带咱祈祷已经变做安那过去式啊，咱都要放弃。足侪物件拢要放弃，咱要掠着的是上帝现在甲将来甲咱地地所守住咱的活命，咱要安怎继续行落去，这才是重要。咱伫拜五早经内底咧讲着非人门的代志，踮咱会去讲着咱会看着讲，迄有受气的代志伫迄个所在，迄有无欢喜的代志伫迄个所在，迄有做毋对的代志伫迄个所在。咱有真侪物件，包括情绪啦、日子啦、年纪啦，甚至咱常常提着讲迄个饶舌，咱无欢喜的，还是互咱受伤，这样代志，咱拢要学习互伊，甲这个圣神的火安那做伙甲烧掉去，然后咱才有迄个机会，伫主的各活活命内底来得到这个新的活命。这是伫保罗今仔日咧互咱的这个经文内底所咧甲咱讲的代志。伊经文。马太福音第10章
32节到33节，所以引用这段经文，耶稣安尼讲，迄个伫面前，人的面前认我的，我伫天父面前也要认。迄伫人的面前无认我的，我伫天父面前。所以承认主耶稣基督是一个真重要的事。咱伫拜五时也有讲到迄个洗礼有重要。其实咱若倒转来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保罗嘛有讲到即个概念。咱借着洗礼安那甲主同死，然后领受伊的救恩，咱要同去活。咱会当看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第2节、第3节，迄个所在，特别是第3节，伊也有咧讲到用洗礼来甲主同死，然后第4节讲借着洗礼来甲伊同去活，同去活，同埋葬去同去活。所以咱伫迄个所在要来领受一个新的生活。当咱的性命开始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就像彼得的信仰告白讲你是基督，天生上帝的囝。咱若是活伫这个信仰告白内面的时阵，咱就要过一个新的生活。就像咱今仔日的信仰告白新的诫命所讲的，恁若彼此相听呐，定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互人看见一个国我的见证伫迄个内底，也因为安尼开始开启着咱咧讲初代教会生活一个新的画面的款式。咱搁倒转来想伫《使徒行传》第1章，也是讲马太福音第28章，其他的福音书耶稣显现的时阵，是去伫迄个楼顶的小房间，甲门徒做伙聚集，咧表示啥物？经文甲咱讲，因甲门锁起来，因为惊犹太人来掠因。但是当《使徒行传》第2章圣神降临了后，因所领受的新的生活的款式是啥？听出来，勇敢做见证。我是属耶稣基督的，你若相信这个我的基督，然后呢，讲3000人信主对无？3000人信主。当然，咱有讲过，这是一个团队的服侍的结果啦，所以咱咧看，不但安尼。因对第2章的后壁面，《使徒行传》第2章后壁面咧记载因的新的生活的款式是安怎？进前是门关起来，伫遐微微压压，聚集伫遐。但是即马咧，毋是伫遐同心合乐，做伙擘饼，伫遐分享，做伙欢喜，然后上帝将人安那日日加添互因啦。迄意思是安怎？因是公开的，因是公开的，因开始有一个新的生活的款式，伫人的面头前活出来。因承认耶稣基督是一个国我的救主，伊嘛是活出安尼的见证，伊无搁再惊吓，无搁再微微压压，无搁再惊人知影因伫倒落，所以因开始过一个真水的见证。伊讲，逐人伫过年分享这个爱宴，用欢喜顺结的心做伙食饭，学乐上帝，学乐敢会叫人听着？会啦你知影？你若有了解以色列迄个厝一间一间是连做伙你凊彩伫内底讲一个话，也是讲咱住伫美国，咱知影咱这厝是查做迄隔音足歹迄隔音足歹。我会记，阮若去个社区咧行路，倒一间是越南人，阮拢知影，内底听音乐，听迄越南调迄你就知影。所以，咧讲意思讲，因伫迄个所在，伫遐做伙同心咧学乐时，已经无搁再细声惊人知，是伫迄个所在来做见证。所以，才有47节讲，因伫遐学乐上帝了后，逐个甲人的和睦的关系，注重。逐工将这个得救的人人格来加添伫因中间。过来就是讲，爱为着基督来活啦咱会看到罗马书，咱今仔所读的经文内底咧，甲咱讲的咧讲咱爱伫罪的内面来死，然后伫耶稣基督的性命内底来伫遐活起来。所以咱爱活出基督的款式。咱讲咱伫罪内底死，伫基督内底活，就爱活出基督的形象。所以因为安尼，咱才有
会堪得被人称作讲咱是基督徒。这也耶稣伫新的诫命内底所来甲咱讲的意思。伊甲太书第2章第20讲，安尼即马我的无搁再是我的保罗的话所讲，是基督伫我的内面在活，但活的是借着信上帝的囝来活，伊听我为着我来背死命。所以咱的活是要来荣耀主来活，是基督伫我的内面在活，我活的是为着伊，毋是为着我家己。所以咱咧讲，这是咱基督教信仰啦，浓缩这4个字叫做荣神，过来咧义人啦，所以后壁面第2个就是讲，咱活的就是要来为着互人得到利益来活。腓立比书第1章21到24节的经文，是讲因为对我来讲，我活的是为着基督，死都有利益。保罗伫遮有小可咧讲到底要死较好，还是要活较好啦？因为死甲活对伊来讲拢是安那，拢是下伫信仰啦。为着主来死，这是真重要的代志；为着利益人来活，嘛真有价值即咧讲的，这个概念伫遮，是讲无论你死还是活，其实拢是为着主的名。不但安尼，保罗伫提摩太后书咧，甲伊的信仰的囝提摩太提醒，3章12节咧讲，既若立志要跟对耶稣基督的目的，这个过敬虔生活的人，拢会遭受迫害。这是伫迄个当时时的迄个 context、迄个境况来讲，其实伫现在嘛有真侪人因缘的信仰咧受逼迫咧受苦的中间。咱这是咧甲咱做提醒，咱为着主的名要来活地，为着互人得到利益，咱爱做某一种程度的牺牲，这是必要，这是必要。然后咱开始来思考，伫生活中间咱所拄着的难题。咱的生活敢有法度搁照常啊？我毋知咱大家对安尼经过安尼3个月安尼来，咱会感觉安怎？咱敢有法度搁照常？虽然伫即个月初咱感觉县发生一个足大代志，100几个人去抗议，互迄个卫生官员讲辞职，所以第2个接任的人就甲宣布讲过来免挂喙谈结果咧，事实上毋是遮尔简单啦即礼拜加州长宣布全州拢爱挂喙谈，这 Costco 就开始咧卖喙谈这有一寡代志伫咧内底咱就无今要讨论一个。但是咱要知影是讲，咱伫即个面对即个肺炎的疫情的时阵，咱会发现讲，其实生活无法度搁亲像过去安尼连伊会有一寡数字来互咱看即摆全世界的疫情的情形到底是安怎？全世界拢咧面对即个疫情的时阵，咱知影咱的朋友中间，也是讲咱有听到，也是看新闻中间，有真侪人丧失性命，是毋是？咱嘛知影有个人因为染病了后，伊的细胞就有永久的伤害，无法度 recover 无法度恢复原来的形式。嘛有人可能无任何症状，但是有染病，咱个无症状感染者有人可能无染病，但是周边的一切拢安怎改变？我定咧开玩笑啦我讲咧行路的时有发现讲最近大家人拢做咧嘛，拢会烧尿拢会烧尿安尼行来安尼就拢会烧尿，毋是你尿着我尿安尼啦较早毋是呢，较早有当时有个人就行即条路，伊就毋叮当的就一定爱安尼甲你骑过安尼才会使。咱有一寡生活的概念方式，拢咧改变的。伫即几个月中间，我毋知咱有甚物款的改变无？咱经历是甚物款的改变？咱来思考想看觅咱的一寡改变是暂时的，还是永久性？永久性是甚物货？永久性是甚物货？
暂时得的是啥物货？咱要安怎来改变咱的生活？有足侪人足无习惯讲，迄落特别是加州的人吼，咱天气遮好吼，海边仔袂当去吼，迄足艰苦的呢。你若讲吼，即马迄落海边仔无警察咧顾吼，一大堆人一定冲去的，吼，一定冲去咧耍水的吼。有一寡物件必须爱改变，有一寡概念必须爱改变，包括咱的对礼拜的认识，吼，咱对礼拜的认识。咱过去若总讲，即个肺炎疫情还未开始的时阵，咱讲咱即摆莫做伙，咱转去厝里吼，看电视安尼来做咧，一定是没事，对不对？但是当开始疫情开始起来时，政府开始规定的时阵，咱逼不得已爱安尼做的时阵，咱无论几岁的人，咱来努力开始学讲，爱安怎用，我要安怎去甲兄弟姊妹伫 internet 顶悬来 communicate。有的人过去可能毋捌安尼想过，咱嘛毋捌想过讲牧师的就任是用网络的，是毋是？咱嘛毋捌安尼想过吼。7月11号有一个牧师的迄个布展红日嘛要用网络的吼。咱有一寡物件咧改变的中间，咱对咱的生活咧面对，过去你若去Home Depot买物件。你就是行迄个入去啊！你无拍算最近你若去吼，可能爱排队。人内底若较济是你爱排队。还有迄个 curb pickup， 较早就毋捌听过即个字的。较早较接听过就是安那 drive through， 对无？台湾人拄来美国的时候，看到迄个银行后 drive through， 感觉足新奇的安尼吼。但是咱有真侪物件伫咧改变。咱开始用网络的礼拜，咱开始用其他的方式来组织做伙，来突破迄个为着防避疫情，咱需要做的代志。咱上帝互咱对新的生活的启示是啥物物？特别是当咱咧面对即个，咱咧讲。需要上帝来稳定家己用好死的即个疫情，咱足毋茫吼，即疫情赶紧过去吼，逐个人拢安尼。但是咱要伫即个坎站，咱要安怎来思想？咱对拜五回门的即个经文的查考中间，咱去思考着安尼西母伊信主啊，伊可能刚开始是感觉诚好，我信主啊，所以。我吼偷走这样代志，就一笔勾销。我人偷代志这样代志嘛，一笔勾销，拢毋免去讲。反正我伫罗马我迄落阮主人大汉远着啊，伫小亚细亚，所以都毋免啦，都无拍算，无就安尼甲讲。你爱转去，因为你过一个新的生活，你过一个新的生命，做一个基督徒，你爱去面对你家己的过去的错误。然后你爱去将这个来甲伊摆做。对伊的主人来讲，对菲利门来讲，伊必须爱互家己的心，必须爱互家己的受气，必须爱互家己的即种足无满意的即个对象，你爱去接纳伊，佮毋通接纳伊。保罗佮讲啥？伊即摆毋是你的奴才，比奴才佮较悬。是你的啥物诶兄弟？我相信这是足大的功课啦，吼！对菲利门讲，对咱基督徒来讲嘛是安尼。当咱咧面对即个济的苦难、疫情也好，还是讲咱生活中间济不如意的代志时阵，咱有真济功课需要来学习。即马北京开始疫情咧严悬，然后全世界。着病人已经超过850万，死亡的人超过45万，一直咧增加，即中间这是 WHO 的资料，甲昨透过安尼的思想，当咱咧面对即个
可能中共伊隐瞒事实啊，世界卫生组织互咱一寡错误资料，互全世界疫情安尼举起来是，咱是用骂较紧，用怪较紧，还是讲咱要安怎来过一个新的生活？这个新的生活对咱现代基督徒到底是安怎？咱要期待讲将来无偌久，全部人拢会当倒来礼拜堂，然后这internet 的代志就安那一直无消无代志。啊是讲借着这个机会，上帝要咱来思考，咱的宣教的角度会当更较宽。咱开始来改变咱对宣教、咱对教会的看法，咱对兄弟姊妹彼此中间的这连结。过去讲你写配合我，无你敲阮兜的电话，配合讲啊，你用手机敲我，你用 email 敲我，过来咧，你赖给我无？即摆台湾人就爱讲你赖给我。咱一直咧改变，咱一直咧进步。现阵时，上帝借着即个疫情，互咱来重新思考，嘛毋但思考咱甲伊的关系，特别是思考咱人甲人的关系。咱要安怎亲像初代教会使徒，因突破因的困难，勇敢徛出来，用过迄个时阵，大家人拢毋敢的方式，伫遐来传福音。我相信这是上帝互咱新的思想、新的讲。咱过来要来思考是讲，继续落去咱的新的生命，咱要怎做好的新的见证，伫侪侪人的面头前，要怎将这个福音来甲大家来分享。我想这是上帝互咱的讲，而且等互咱来思想，对咱每一个人来讲，这个新生命的意义是啥物？咱要安怎伫这个疫情搁真严重这中间，来过一个有见证上帝旨意的新生活，做来祈祷。向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借着保罗互罗马教会的百姓，求主你帮助阮，互阮来思考，要怎样来过一个新的生活，做一个有见证的生活。主啊，你帮助阮，因为阮的智慧。能力拢无够业，阮需要高举主你的名，就像保罗所讲的，阮当活的是为了基督来活，无论阮死，无论阮活，拢是为了要来荣耀主来见。求主你帮助阮，毋但是阮个人兄弟姊妹个人，阮会伫教会的宣教中间，阮有用更较开阔的角度，继续来思考领受你复活。阮而且为着阮家己，也为着阮的教会，也为着所有咧面对这疫情的人来祈祷。当这个全世界拢改变的时阵，阮需要对改变。是阮的改变是要对主你的脚步，要对世界，求主你帮助。祈祷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多谢。咱的牧师带来新生活的信息，咱这时要过来吟诗而说好了。圣诗477首，477首，什么话说我心情？第477首，什么话说我心情？下最后的几颗。
主耶稣的宝贵，我的疲惫情罪里，只可主耶稣的宝贵，上帝存在流高，我心念开了那，能不把你看过，只可主耶稣的宝贵，家的手脚不放落，只可主耶稣的宝贵，地条地被高高，只可主耶稣的宝贵，上帝存在流高，我心念开了那，能我把你看过，只可主耶稣的宝贵，爱的心开的安眠，只可主耶稣的宝贵，爱的信心来交钱，只可主耶稣的宝贵，上帝存在流高，我心念开了那，能我把你看过，只可主耶稣的宝贵。这时咱要用奉献来回应上帝对咱的祝福。咱伫现场的会友，请等下家己到后壁面奉献客伫地内底咱若无来伫网无落礼拜的兄弟姊妹，请你客人落啊内底同齐转来礼拜的时候，主啊兄也是叫教会地址下面，就是咱来拍头感谢主，感谢天父上帝，你的疼哪会遮尔大，赐予阮有健康的身体，过来约定祝福主啊！阮所献的只是淡薄，你欢喜来接纳，用出用伫你的采用。我的感恩是奉主耶稣名，阿门。就是咱要请牧师来具体沟通、甲补充、甲报告。好，来，共款吼，最近的天气到6月吼，搁我会记你们拜3也拜4吼，我早起5、6点仔起来是外口搁微微啊，有迄个雨湿啊安尼吼，所以天气的变化足特别啦吼，连伊真热啊，连伊较冷，所以咱要注意咱的身体吼。咱恭喜洪明兄甲安慧姐呢，生吼。Kevin 今年对迄个 Berkeley 毕业吼，5月16就毕业啦吼，但是因为无 physical 的毕业典礼，所以无互咱知影呢啦吼。咱恭喜因啦吼，恭喜即个家庭也恭喜即个 Kevin。伊旧年年底的时阵吼，因后生就已经应征得到一个真好的工作，真适合的工作，这上帝互伊的祝福啦，咱恭喜伊。再来阿素英甲文仔姐的老囝吼，今年13订婚啦吼，恭喜愿上帝来继续带领这个婚姻这个家庭吼。今仔日是父亲节吼，迄个祝父亲节大家都快乐啦吼。我台湾的人足爱迄个黑白写啦吼，父亲节叫做父亲贷款的父亲哈，爸爸好像都在做这个事啊，做辛苦的啦哈。我想咱这个虽然一定爱早啦吼，特别是即摆吼，咱伫现场遮大家
无说较习惯用布的吼，我当然细细个，啊，所以咱会晓，这嘛是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式啦吼，要安怎保护家己吼，当然，生活一定爱过啦吼，要安怎来保护咱家己，我想这是更较重要吼。所以咱正目前就是讲，实体礼拜甲网络的这个 stream 嘛是讲，咱有这个Webex 的这个互动的礼拜，咱拢有做伙用。咱目前是安尼吼，若你若感觉你心方便，要倒转来礼拜做礼拜，拢欢迎吼。咱无强迫，就是讲咱知影有即两种方式。咱若阵无方便奉献，无方便来到教会，你会当甲支票写教会简称 CFO， 然后寄来教会吼。咱礼拜整理爱定伫迄个手本内底吼。好过来拜5 6月26要查课，对教太师开始吼，教太师会查经吼。教书若真长，无所谓甲分啦吼。好，咱的主席暂时无法度开始吼。咱若做礼拜煞差不多要12点啊吼，无食饭，上主席大家真枵去赶转去食饭，较辛苦。我搁规工会甲即个第3季的服侍来叫大家吼，请咱有服侍同工小可家己准备心。今礼拜即个出席22人，查经12个人，即礼拜的奉献是2895块，即个明细伫下骹吼。咱嘛感谢洪明兄，咱看礼拜2边一丛死去的树处理掉伊个下骹可能是筋影响的款，也是迄个 sprinkle 歹去伊有来到修理为着这来付出这方面，咱感谢伊好，这是后礼拜的礼拜的资料，简单资料，在同工来注意下礼拜是文化兄事会OK 而且事会这个服侍表好，来。来读今日的金句，记载伫诗篇第86篇11节。诗篇86篇11节，人心内通解。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我要照你的真理来行。我专一的心敬畏你的名。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我要照你的真理来，我专一心敬畏你的诗篇86篇11节，这是咱要来今下面的练习是上言511首，511首，我落天顶主宰，今时煞请第510首，我落天顶主宰。受上帝的祝福，祝愿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来恳求，伫阮咧面对即个严重的疫情的时，你的稳定你的慈悲，你的疼痛，你的看顾，甲阮三甲伫地。愿主你的平安，甲阮所有兄弟姊妹三甲伫地，特别伫遮来祝福所有的爸爸伫你。会看顾下面，会得到主你的祝福满满，对这条到永世代阿门。
好，咱今日摆到这，来，互大家看到的，今仔日礼拜堂有8位，我甲关起来迄。来，请咱开咱的 camera 甲咱的声音。Hello，嗨，平安，平安平安，爸爸节快乐！哎哟，爸爸节快乐！爸爸，大家爸爸快乐，爸爸节快乐。我说无食着红菇，现在爸爸无红菇。无人讲话，无人讲话。有人讲话，礼拜堂是几个人嚟啊？八个，八个，才有8个。有啊。我伫遮，我伫遮，我伫遮。有啊有啊。有看到无8位呢？1、2、3、4、5， 5个尔。我是倒呢？ 1、2、3、4，看到6个尔。后来我念无你听。哦。王牧师娘，王牧师娘，啊，朱敬翁仔某，David 翁仔某，甲阮兜2个，安尼8位。啊，大家拢一个喙啊，拢出去看拢无人，啥物人？标准的啊。我们标准的啊。我无算娘好势哈。我无算大，礼拜拢有去啊嘛吼。对对对对。伊5月31开始就拢来啊。有哪样跟你打电话？对，你打电话。无哪样靠你哦。如果伊后礼拜无方便呢？啊，要安怎？伊嘛发代表，伊无方便后礼拜方便，派代表来啊。无哪样你后礼拜无方便啊，你派一个代表啊。伊无声，你声会开？你是啥？你声会开去？无纸标啊，要他代表，袂当代表啊。哦。你讲我都无标啊咧，要他代表。代表。啊，阮某嘛无标啊咧，要他代表。什么人标啊？迄个什么人？我怎看到迄个什么人？回那你手我看卖，你有代表无？哦，中视有代表。嘛无。啊，哪会啊？哪会有代表？有啦，伊个手唔敢举起来，有代表。啊，你后礼拜真正无要去吗？你无要去，啊无我要做马事要安怎？哦，马事哦。你无马事来哦。你用寄的，你用寄的。阮兜甲教会，我着搁用寄的，我着甲你半工甲你送去啊！你若去教会，多谢，半工甲你送去啊！感谢。你用 UPS 寄来。UPS。你讲，你后礼拜我会做马事哦。为哪你伫倒？旧金山。
你是要去掘金，掘迄黄金？你逐日咧处理黄金上？我靠！你拢咧处理恁孙的黄金，无啦，迄是我雕塑咧处理。我讲也有诶。迄敢是种雕塑的专工咧的工作。啊，无啊呀，你当时会当啦，我甲你对你调，要调当时。我嘛毋知呢。唔知啊？毋知。我即马就头壳袂清楚咧。是吼，会做清楚的啊。即马会清楚啦，我都已经甲老孙讲袂当，看有法度安怎处理。啊无拜托恁做做好无？我毋免甲拜托，你甲伊讲，毋免拜托，你甲伊讲。为哪你咧旧金山？系啊，容易啦。影有阮看卖，迄影无阮看卖者。你咧困？你困啊？哎，你困嘞？啊，未睡，哪去困咧看嘞？我到个听你哀咧。做几点？我较大啦，较容易哦，容易恁查某囝订婚。哦，多谢啊。容易。那你，迄个什么？咱古早订婚敢是有迄个饼？迄鸭饼安尼，一粒啊6粒的。Hello， 你有听无？无听着。为哪拢无反应啊？伊敢若哦，喜饼对啦，喜饼。伊敢若网络不对。要接受不？我倒咧讲啥？你有听无？无啊，我遮拢咧等因科啊，所以我遮听咧无。好啦，即马无因科啊。你知身边条歌你无听着啦？喜饼咯。啊，你讲啥？喜饼。喜饼。当下坐飞机去台湾摕，我对台湾摕来请你 ，OK？ 啊，是和美国人结婚订婚。英国人。英国人。啊，2年前去教会咧烧香人啊。烧香人哦，有遐久啊。容易。哦，有2年遐久啊。3档啊啦，3档啊。啊，你正经煞就对啦吼。对面耍。无，我搁来咯，要代志搁较济哦。搁较济，迄个就主要爱换。因为都是比做专家。我若阮某久诶啊，都还未结婚咧，搁要想要生囝。未啦，得未啊啦。我某若搁死诶时候，我就出来互你带。唔敢想安尼吼。你即摆就主要都爱买几栋。啊，那等你。买即摆哦。你是唔甘恁孙，所以你走过去旧金山。你讲啥物？我讲你是唔甘，你无看到恁孙。我受孙啦，所以我走来啦，安尼啦。毋是啦，你著